这个拜六礼拜又搁有这台语认证考试啊，这届拢总有16000多人报名。本地教育部是讲，这比更要改做电脑考试，就要考虑到这报名比更有真侪是时段，有关依期用纸本来考。主持囡仔节目的金蕉哥哥主持台语二小节目了后，就开始甲台语慢慢敲转来。在这组人的鼓励之下，准备搁一摆要去挑战台语认证考试。伊讲去年考到中级的 B1， 今年搁要拼中高级的 B2， 未来搁要挑战上高级的4级。进前 A 嘛 ，A 考过来即马 B1， 啊 B1 搁有 B2， 那有机会，我嘛想讲，我若用考到 C， 我就用去好好做。老师，家囡仔教讲，咱即摆台语有足侪新的词哦，你嘛要学着。8月初2、8月初3是教育部台语认证考试，拜六考 A 降，礼拜考 B 降。同款是礼拜要去做考生的，阁有77岁优秀下阿嬷，为着准备即届考试，伊写2本满满的笔记，希望台语唔通断去，会当甲母语传互伊的宝贝孙仔。阮孙真细汉，我嘛想着讲，伊咧读1年啊，嘛是会去。讲这台语嘛，咱台语强要无去啊！我感觉台语的历史应该爱传予咱的后代搁后代。阿嬷讲，昨只无细哩对便所跋倒，互救护车载去病院，他甲天3、4针。阿嬷讲，伊第一个收到就是惊无法度参加即届的考试，家在提供备保庇，互伊顺利出院。我在烦恼迄天坐椅啊，毋知坐会调袂，因为怎样上落去安尼啊，厝都跋倒嘛。毋过嘛是搁要考试。啊，对啊。所以我等下嘛是搁在主题去读个。教育部自本就对外表示，规划即届考试甲 B 降也甲 A 降同款，改做电脑考试。毋过考虑到 B 降的考生有较侪时段可能会对电脑无熟，最后也是决定维持用纸本考试。也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，即届报名台语认证的人数计共有16548人，其中考 A 降的是9779人 ，B 降是6773人。教育部也希望透过台语认证考试，鼓励较侪人来学台语，走向发展台语的目标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